台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顺时，到了咱千金铺单元啊，咱最近的真好命，拢讲到这哦，咱讲到呢，这个海参、虾米、汤干、乌鱼子、春干、沙鱼翅、雪笋、港辣子、凉肠、鹅肝、甲螺片、燕鹅、甲鹿筋，说落去呢，咱这边来开始来讲鲍鱼、甲鱿鱼、目蚱、扁鱼、港飞机。不管是鱿鱼啦、目蚱吼，啊，甲飞机哦，这其实拢同一个家族的啦。哦，咱通常咱伫外口有听到的，就是有飞机啦，有透抽啦，有小羹啊啦，有鱿鱼啦，啊，有软丝啦，吼，等等吼。其实这种共迄类的，这个海产类的啦，吼。这鲍鱼呢，当然啦是上界高贵的。咱去用请的时呢，啊，拢呢，这倒偌济钱呢？鲍鱼呢，往往呢，拢是一个关键的这个介绍。啊，这个讲到这个扁鱼呢，咱就听人讲叫比目鱼啦。伊这款的鱼吼，因两蕊目睭吼，拢共一边的啦。啊，所以我还记得当这时呢，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吼，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民政长官啊，伊就用这个比例。讲吼，袂使用扁鱼吼，这个鱼呢啊，去甲这个沙巴鱼呢来相比，安尼表示呢民族性无共的时阵，袂当用共一套方法吼，伊就用这个扁鱼来做这个比例。啊，咱常咧讲目蚱啦吼，讲无血无目屎啦吼，因这比较呢属于较无共款的这个鱼类的。过来呢啊，咱来讲呢，烟腿甲银鱼，这另外还有啥物呢？还有烟腿。含银鱼，烟腿呢，用今日话来讲，就是华语用叫做火腿啦。就是讲，伊这个火腿，那叫烟腿呢？烟就是嘛，用柴火去熏呢，这个火腿。啊，啥物叫做银鱼呢？啊，银就是银啦，吼，银仔鱼啦，银鱼。啊，那华语来讲叫做银鲷鱼啦。啊，有人讲叫白饭鱼啦，白饭像伊个色呢，像白饭迄个色啦，吼。啊，其实吼，就是咱一般常咧讲叫丁香鱼啦。啊，那台语来讲叫做木拉鱼啦，这类的啦吼，啊，讲烟腿港银鱼啦。过来呢，还有啥物呢？还有萝卜、乌鱼根、香菇、紫菜、港梦里，这种是不是拢食的啦？吼，还有啥物呢？哇，过这就开始啊呢，开始属于大料的后，讲哪呢？讲萝卜、萝卜肉干，啊个乌鱼根，啊个香菇，啊，这种大家较熟悉，我就免解说啊。香菇，啊个紫菜，啊干哪呢？甲梦里定大料。萝卜呢，当然咱就是咱讲的叫做萝卜肉干啦吼，萝卜肉干。好啊，过来呢，伊个讲到啥物呢？啊，伊个在讲到金针、冬粉、共虎蹄，这样时呢，啊，这虎蹄呢，过去呢，我嘛较少听到的。不过顶一边呢，有一个人去朋友吼，讲送我一包虎蹄吼，这就是讲差不多类似呢啊，这个人讲海苔迄类的啦吼，海苔迄类的吼。啊，就讲还有啥物呢？还有金针，还有冬粉，啊，还有虎蹄。听讲呢，虎蹄呢，除了会当食以外呢，伊是种呢含碘量吼，迄碘足悬的物件。啊，有人呢，嘛甲用来做饲料，啊是来咧做迄款迄个钓鱼啊、钓鱼料吼，钓鱼的迄个料吼，叫做金针、冬粉共虎蹄。过来呢，啊，伊讲到淡仔煲咸枪鱼，这个淡哦，就是淡水迄个淡啦，啊，就是正水的鱼煲啊。正水的鱼煲啊，这煲吼，咱讲死囡仔煲啊，等拍干就对啦吼。啊，有正水的这鱼煲啊，啊咸枪鱼咧，咸就是海水，有海水的白枪鱼，这种会当来做鱼干的啦。啊，这咸枪吼，就是咱一般讲白枪啦吼。好，过来猪肋鸡、红龟鱼，猪肋鸡就讲加这猪肋啦吼，啊，鹿港猪肋上盖赞吼，咱捌听过这首歌哦，猪肋，甲猪肋用盐吼，甲生起来，会当来做这个小菜。啊，红龟鱼咧，哦，红龟鱼呢有一个足大的特色，伊吼若出现的时候，拢会出声啦。啊，所以咱台语吼有一句话安尼讲咧，讲红龟鱼呢，好吹歌啦。啊，人咧掠遐人都咧笑声话，对不对啊？你个出声啊，都温死的哦。啊，所以咱讲红龟鱼好吹歌，就是咧讲这个道理。因为伊出现时一定拢会出声。啊，讲我伫遮安尼啦吼。好，啊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时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